无采经过标示，台电互人讲害人倒车累残，新竹一个桥倒摆的人，伊讲因为路无白，一个袂知，伊阵啊摔倒伫咧涂骹，落尾才发觉讲原来是台电当日咧创路，做工程的单位甲路规个拢敲掉，才会规个崩塌落去。这个桥倒摆的人气甲破文，伊讲现场无保护设备，嘛无采做工程的牌仔，无派人来管制，无人指挥，害伊倒车的时，工程人员搁伫咧边仔敲洗。落尾台电嘛讲会负责刷来。赔偿的代志，路已经补好啊，刷来会加强管理。一个乌托邦技师经过一条无平的路，雄雄跳一个乌托邦技师重心袂稳，就摔倒伫咧涂骹。拄好一台轿车要驶弯，差一点仔就要弄到。搁来看一摆，这个画面真惊险。技师好好徛伫路面，无想到雄雄就滑倒。路面有个凹槽。那它是完全没有架设任何的警告的标志，三角锥任何的施工的标志都没有。那我就路过之后，一个弹跳就接着就摔倒了。受害技师起价将经过铺上网路，代志就发生伫咧新竹。伊讲台电伫咧北大路甲金华街口咧做钢线的工程，做工程的单位先甲担仔架扣起来，造成路出现耐凹。受害技师阁讲是安怎伫咧现场无任何的防护，甲施工的标示，嘛无派人来咧管制，就互人家己来经过，甚至伫咧伊刹车的时阵，做工程的人阁伫边仔规定在压。我们是整个是有做这个交维的，当时第一时间去谈的时候，他同意审判赔42000元啊，所以应该这个是我们台电会在这个尽快会督促厂商。针对技师的指控，台电回应后续的赔偿会负责到底，目前嘛已经将路来修补好啊，未来嘛会加强管理甲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